后来乡亲啊，继续在看这个桃园机场的群组感染，早起又增加一个清洁人员来确诊。目前是有4个清洁人员，甲一个防疫客停车的司机确诊获得病毒。其中按17230这位清洁人员，确定是获得传播力真强的 Omicron 这种的变种病毒。即摆互人上界烦恼的是，这个感染源也未找到。指挥中心讲，清洁人员这线甲这个防疫客停车这线，拢有可能是感染的源头。也毋过，台大感染科的医师王立民认为，这几个人夜病时间拢伤晚咯，所以互相传染的几率无悬，有可能已经进入到第2波的传播。即摆应该就要同时做 PCR 甲血清抗体检验，来找出到航站大楼内底稳状的感染者。花下兵详细伫桃园机场咧消毒，因为机场的4位清洁人员和1位防疫客停车的司机拢确诊，其中按17230清洁工确定获得奥密克戎病毒株。指挥官陈时中嘛证实，伊和其他获得病毒的清洁人员拢无伫同一个工作场所，安尼感染源到底伫倒？17240是防疫计程车的司机。他曾经在12月26号跟31号都有载过确诊的17230，他那个洗手间是防疫计程车在用的。基本上还是比较怀疑他们是不是同坐，因为那个是同坐通勤的一个通勤巴士的时候，所以这个是有怀疑，也朝着这一方面来做调查。指挥中心推测2种传播的方式，有可能是境外刷入的确诊者尾互防疫客停车的司机，搁透过便所尾互按17230的清洁工。第2是按17238伫行李区清洁的时，互旅客画到搁一交通车尾互另外2位清洁工和司机。不过医生认为感染源可能有其他人。有2个清洁工的发病时间几乎只差1天，所以这2个清洁工呢应该不是互相传的。那第3个清洁工的 CT 值跟第2个其实差不多，所以有可能这3个清洁工呢其实是同一波的事件，在同一个阶段，他们上面还有传染源。王立民认为4个人发病时间接近，无可能是小话的，麻烦到真正的感染源可能也未互找到。在航站工作的所有的人要去做核酸，还有做抗体的检验，看看他有没有正在带病毒，或是有带病或者没有带病毒，可是最近有被感染的迹象，从抗体的表现来看，那如果有的话呢，就要进一步去查他的接触者。源头到底伫倒位？除了清洁人员、防疫客停车司机，甚至机组人员、机场员工拢有可能。目前敢若会使等基因定序结果出来，才会更加清楚。王立民嘛提醒，这波通机场群组感染，至少搁要观察2礼拜以上。除了加强机场社区体检，搁要赶紧做第3剂疫苗，增加保护力，这是有效对抗病毒的方式。